蝴蝶與蜜糖的故事。喺一個美麗嘅花園入面，住咗一隻小蜜蜂同埋一隻小蝴蝶。小蜜蜂每日都忙住採集花蜜，為咗製作美味嘅蜜糖；而小蝴蝶呢就好鍾意喺花間度翩翩起舞，享受陽光。有一日，小蜜蜂話俾小蝴蝶聽：我每一日都努力工作，雖然好辛苦，但係我想要製作出最甜美嘅蜜糖啊！小蝴蝶微微一笑，佢話：你嘅努力令我佩服啊！我每日都喺度享受生活，但係有時候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啲嘢啊！小蜜蜂鼓勵小蝴蝶，佢話啦：如果你願意嘅話，我哋可以一齊合作㗎。你可以喺花間飛舞，可以幫到我揾到最好嘅花朵㗎。小蝴蝶諗咗一陣，佢就決定試下。於是喺嗰日開始，小蝴蝶唔再只係玩，而係認真咁協助小蜜蜂。每當小蜜蜂需要揾到花朵嘅時候，小蝴蝶就優雅咁飛舞，指引佢去到最美麗嘅花槽。經過幾星期嘅努力，小蜜蜂同埋小蝴蝶合作製作出世界上最甜美嘅蜜糖啊！吸引咗好多小動物嚟品嚐，大家都稱讚佢哋嘅蜜糖，令到佢哋感到好驕傲啊！小蝴蝶好驚訝咁講：原來努力同埋認真可以創造出咁好嘅成果。小蜜蜂微笑咁樣答：係啊，只有努力工作，我哋先至可以實現夢想。從此之後，小蝴蝶學會努力同埋認真，而小蜜蜂呢，因為小蝴蝶嘅幫助呢，而變得更加出色。佢哋成為咗最好嘅朋友啊，並一齊喺花園入面創造出更多美好嘅時光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努力同埋認真係實現夢想嘅重要關鍵，就好似小蜜蜂同埋小蝴蝶一樣，只要一齊合作，堅持不懈，就能夠創造出美好嘅成果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